为了推荐台南上好的红葱头，罗安局特别邀请阿勇师示范煎红葱酥，煮了黄金色的葱酥香滚滚，不管搅饭还是入菜，拢相当入味。其中黄味贴都在一边道料理，也欢迎全国民众2月19号上午9点来七股农会参加红葱头产业文化活动，有真侪好料的甲精彩节目。几乎说到红葱头就会想到台南，但是大家想想看，大家想到三星葱就想到宜兰，但是想到红葱头，其实我们还需要大大的打出知名度。那这个红葱头其实不管是酥炸炸油，或者是红葱头酥或者是买回家自己料理，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品。那这个是所谓的圣品，不怕货比货。那其实所有的红葱头货都在台南的了哈。那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么漂亮的红葱头，能够品尝最好吃的红葱头料理。根据了解，台南的红葱头占全国产量的92%，所以市长嘛希望让外界讲到红葱头就想到台南。不过今年因为绩效不好，反而冲击到农民收益，所以农业局持续每下企业来认购，其中联电的热心认购2万斤的红葱头，由市长回送感谢中。在记者会中，嘛宣传台南的麻豆碗粿、大小月肉丝、咸水薏米等小食，拢是使用红葱头作为配料来制作。台南新闻，阮吉何秋芳采访报道。